你怎么来了？我老公生日，我不该来给他过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哪有和别人老公过生日的？小黎，别闹。我说的不对吗？龚总，别因为我跟你妻子吵架。你生日快乐是吧？你们就好好快乐。你给我出去！你们吃吧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。都怪我，让他误会了，对不起。喂，龚浩，怎么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刘浩啊。刘浩，你不是在美国吗？是啊。哎，对了，那份特别的生日礼物你收到了没有？还喜欢吗？礼物？什么？你男朋友被狐狸精抢走了？他这是要作死的节奏吗？别哭了，我明天来找你。今天先不说了，回头见啊。什么是狐狸精啊？就是勾引有妇之夫的不要脸女人呗。狐狸精真该死！你怎么骂人呢？你激动什么呀？你又不是狐狸精，就你这形象，做狐狸精都没资格。我可是正宗的狐。哎呀，不吃了。什么态度啊！真是，来，什么嘛，简直是侮辱我们正牌狐狸精。回来啦。小黎呢？哥，嫂子看我们碍眼的很，早甩脸子回房间了。哎，哥，今天是你生日，不如我们一块儿到外面去吃吧。那小黎怎么办？哎呀，嫂子还在房间生气呢。再说了，妈也不想看到她那张冷脸。走吧，哥，走吧，妈，走吧。出去吃也好。走吧，走吧。快点嘛，快！哥，快点啊！小姐，您的咖啡，谢谢。没事，其实啊，上次的事情我早就忘了，我也没往心里去。再说，现在活得这么自在的女孩已经越来越少了，你应该好好珍惜。你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人。不好意思，今天客户来的有点晚。啊，没关系，跟你聊天时间过得特别快。我们的产品纯天然萃取，具有溶解血栓、预防高血什么压、呀防止还没我们灵湖山的溪水健康，改善女性更年期综合症等5大功效。您的健康就是我们不懈的追求。姑娘，您等一下，我给你拿钱啊。好的，阿姨。哎，你干嘛的？啊，你好，大姐。你这是假的，我们不买了。走吧。走吧。哎，胡小丽，你干什么呀？我买东西，我花我自己的钱，还得看你脸色呀。姑娘，钱给你啊。谢谢。钱不重要，万一吃坏了怎么办啊？算了，我还是先走了。哎，姑娘，妈，这是我的钱，还给我。妈，用的是我的钱，妈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告诉龚浩了。你气死我了你！唐小姐真是风趣啊，龚先生，希望咱们这次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细节的问题，咱们下次再约时间细聊。然后有一些条款，你们还需要调整修改一下。好的，好。喂，龚浩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快回来！关于这个项目啊，到时候咱们应该好好再协商一下。我是谈事儿呢。你快回来就对了，你妈的钱被人骗了。啊！你别听他胡说，儿子，赶紧我跟你说，哎，
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唐小姐，合作愉快。拜拜。啊，不好意思啊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那先走了啊。好，慢走啊。哎，好。诗诗，我家里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哦，你今天限号没开车吧？我送你吧，反正我也要走。好，走吧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还不就是婆媳关系那点事儿。男人只要一结婚呢，就变成了夹心饼干。难怪你那么瘦呢，原来是当夹心饼干给夹扁了呀。你就别取笑我了。谢谢啊，再见。再见啊，拜拜。你回来没啊？喂，你谁啊？你是那个？喂，笨蛋。妈，怎么了？我花我自己的钱买了点保健品，你媳妇她凭什么拦着呀？还把人家卖东西的姑娘给骂跑了，她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呀？那些都是三无产品，吃了会吃坏的，会死人的。你听听，没怎么着，你要吃死我呀？好了好了，妈，你别生气。小黎啊，肯定是担心您的身体啊。你也向着你媳妇？怎么会呢？我当然是向着您了。小黎，快过来，给妈认个错。我没错。哼，我还没说你呢，你手机怎么回事啊？手机？你怎么来我们家了？小黎，诗诗，请进吧。伯母你好。啊，你好，我就不进来了。刚才你走的着急，把手机落我车里了，我给你送来了。哦，谢谢啊。真是太巧了吧！啊，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伯母，告辞。啊，再见啊。我送你。喂，好。速恢复元气的办法。你不会现在就在我公司门口吧？哎，请进。龚总，您的外卖。我没有叫外卖啊。是我叫的啊。你叫的？嗯。行，你就放那儿吧。好。这个呢是粤菜馆有名的竹荪虫草花鸡茸汤，你赶快把汤喝了吧，然后把合同看完打给我啊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你老公在办公室里搞外遇，速去捉奸了。笨蛋！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唐小姐订了补汤给龚总送过来呢，真是贴心啊！
真的啊？是唐小姐人长得漂亮又温柔体贴，真是难得啊。你每次能不能以正常的方式进门啊？哪儿来的？啊，我让吴秘书买的。呸！我看是那个死狐狸精给你买的吧？今天家里不是大扫除吗？不是让你白天别来公司吗？我查岗，果真被我抓住了吧？你立即跟他停止合作。我说那个唐诗宋词的合作，听见没？你还管起我工作的事情来了？给我！哎哎，让你跟他合作，你疯了吗你？快给我！装听不见是不是？装听不见，我让你听不见。你自己看看，你们的事早就有人告诉我了，我本来还不信呢，结果今天来了，果然是真的。我就喝碗别人送来的汤就有外遇了，我还没有出去和别人喝酒呢，人家发个信息你就信，你怎么不信你老公我呢？我不信你，你们以前就骗过我。我们？什么时候？上辈子。有病！我不管，你马上给我停止跟他的合作，要不然的话，咱们就离婚。吓唬谁呢？你自己选吧，要我就不要跟他联系，要他我们就离婚。你选吧。好，离婚就离婚。你选吧。好，离婚就离婚。哎，龚总，好巧啊！不好意思，约你这么早来公司。哦，没关系，不过我还没吃早饭呢。哎，我做了点儿，你也没吃吧？刚好有2份，一起吃吧。那就谢谢你了，咱们先到公司去吧。嗯。妈，回来了。哥，老公，你做个饭，干嘛穿成这样啊？你不是让我改掉不修边幅的毛病吗？赶紧去把衣服换了吧，这样很难看的。那我要怎样穿你才满意吗？是不是那个女人穿什么都好看啊？不可理喻。唐诗诗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夺走公号。真没想到你会来找我，是来兴师问罪的吧？离开公号，你不知道他有家庭吗？哼，谁说过结婚了就一辈子不会离婚的？再说了，爱情那都是各凭本事。哼，你个小三儿，也知道什么是爱情？哼，笑话，我当然知道。2个人相互惦记的，那叫爱情；一个人瞎琢磨的，就是犯贱。我看你是属于后者吧？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吧。当你肚子很饿的时候，有人给了你一笼包子，这时候你一定会觉得，哇，包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。但是如果让你天天吃，你也会反胃，会吃腻的。对于龚浩而言呢，你就是那一笼包子，他现在吃腻了，反胃了，不想再吃了，所以换一种食物也是势在必行的，你就认了吧。那他跟你在一起久了，不一样也会腻吗？ No， 一个成功的女人是绝对不会让自己成为一种单一食品的。对了，我和龚浩在一起的时候，好像很少听他说一句关心你的话。你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吧？小浩工作很忙，没时间，我理解。你不许挑拨离间。没时间？我告诉你啊，一个男人说他没时间，那是因为他不想有时间。一个第三者狐狸精，
行了，让我来告诉你吧，男人和女人之间失去爱情的那一方才是第三者，所以你才是第三者。Have you get it？ 要我是你，我就认了。你没事吧？胡小黎，你不要无理取闹。我没有。太过分了。没事吧？好痛离儿，你到了人间，万万不可使用法力。好了，没事了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样，孟总，应该没撞着人。开车。很抱歉，我让你受这么大委屈。我没事，你也别往心里去了。只是当时觉得那样被人诋毁，心里有一些难过。来，擦擦吧。龚浩，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你。不管你和谁在一起，不管这份感情是对是错，我都不会在意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很喜欢你。龚浩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？虽然我很喜欢你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做第三者，我也不会破坏你的家庭。如果不是发生这件事情，我大概一辈子都不会说出口。我不需要任何结果，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回答。我只是很喜欢你。小浩，你回来了，你喝酒了？你是不是又和那个女人喝酒去了？对，我就是和她去喝酒的。怎么了？你满意了？儿子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又喝酒了？儿子，你怎么了？整天就知道疑神。放肆！让你行刑的，小林，小林！我怎么会做这么奇怪的梦？起来了。吃这个。我先去上班了。昨天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怀疑你。其实我和那个女的真的没什么事。
合作愉快。哎，龚总，晚上有没有时间啊？一起吃个饭，庆祝一下吧。恐怕不行了，今天我妈过生日，所以我得回去吃饭。哦，伯母过生日怎么不出去吃啊？小黎在家做了好多菜，还是在家吃比较健康一点。啊，你妻子还好吗？哦，挺好的，最近和我妈的关系也缓和了不少。啊，这样就挺好的。好了，我先回去了，咱们有机会好好庆祝一下。拜拜。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小黎，我买了个礼物给你。送给我的？当当当当！这什么呀？哇，好漂亮的狐狸毛围巾，喜欢吧？哎，切，一条围巾就惊喜成这样，真没出息。姐，我们喜欢就好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勾引别人老公勾引到家里来了？小黎，唐小姐是给我送生日礼物的，你要连我一起骂呀？伯母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今天是我太冒昧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啊，我送送你吧。啊，好。喂，你弄什么呀？干嘛呀？吴小黎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本来以为你这几天没闹出什么乱子，就以为你真的有心悔改，没想到你还是这个样子。这几天公司有个庆功宴，我看你也没必要去了。公浩，你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？小黎，我想我们还是分开比较合适。亲爱的工作伙伴们，大家晚上好！在这个美好的时刻，我仅代表公司董事会，向辛勤工作在各个岗位上的朋友们以及家属致以最高的祝福。最后，再次感谢大家为 SR 服装公司的付出和努力，我们满怀信心，开足马力，奔向更加辉煌的新一年。龚总，敬你啊！龚总，来，龚总，敬你一杯 ，Cheers。不想离婚，想离婚。龚总。你竟然不想离婚，那女人哪里配得上你？喂，请问您是这位先生的妻子吗？我是他妻子。哦，这位先生好像喝多了，他现在在酒店，我是服务员，麻烦您过来接他一下吧。哦，我马上过来，你等会儿啊。师傅，星辉饭店。哎，好。
么是你啊？